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利用一个短短的时间，给各位大家简单介绍。过去有一位杨先生，因为他的父亲很喜欢赌博，结果家里的财产全部败光了，家计呢就陷入一种困境。他务农之余务农就是从事于农业工作，为了拉牛车、运砖块来维持家计，将失去的田产赎回来，分配给他的兄弟，各自去努力耕耘杨先生呢，他总共养育子女9个人，一生都为衣食在奔忙，很少有机缘听闻到佛法。杨先生92岁的时候，他生了一场重病，虽然病入膏肓非常严重，但意识还很清楚。学佛的孙女是一个佛弟子，就请法师来给他开示，为杨老先生方便皈依并开示6道轮回及娑婆世界的种种痛苦，而且也介绍阿弥陀佛度众生的这种愿力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，以及如何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，都利用那个因缘告诉这位老先生。听完法师的临终开示以后，杨先生就跟着家人一起念阿弥陀佛了。照顾他的家人因为太累就睡着了，唯独这个老先生呢，还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念佛非常恳切，使尽了最后的力气。杨先生呢，双手合十拜佛。媳妇看到这种状况要觉得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，就上前关注了。杨先生这个时候就告诉他的媳妇说：“阿弥陀佛来过2次了。”因为他躺在床铺上面嘛，他的手很恭敬的这么一直合十虔诚的念佛。结果这个时候经过媳妇一问，他就跟他回答说：“阿弥陀佛来2次了，我已经答应阿弥陀佛了，我要随佛去往生。”结果他就跟他的子孙抱怨：“真的有阿弥陀佛耶，为什么你们以前都没有告诉我呢？”不久以后，杨先生就在念佛洪亮的声音当中往生了。生命有生有灭人除了生命以外，还有一个慧命，就是你的灵魂本体，就是你佛性，永远没有生灭。只要有一口气，你就念一声佛，行住坐卧不离阿弥陀佛。当临终一声阿弥陀佛从你嘴巴出口以后，人一生的行业也就随着最后的一声佛离苦得乐，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可以面见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发了大愿，我成佛之后要用我的名号让众生称念，只要你顺我的愿，我一定救度你，永远不放弃你。这个是我对众生的承诺。如果我救不了你，我发愿绝对不成佛。我用我成佛来给你保证，我今天已经成佛了，所以你只要念佛，那么我绝对不能放弃你。所以你们只要称念佛号，你就有希望，就有将来，你就能到西方净土。一到了西方，你就永断生死轮回，跳出3界，然后成就道业。这个是佛来对我们众生承诺。更重要的是，不但是本师亲口来告诉我们，所有十方诸佛共同在宣传，共同在证明，我们就了解到说，阿弥陀佛原来是要把他成就之后的名号，要来救度我们罪恶的凡夫苦海众生，就是要救度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了佛的期待，我们只要顺他的愿，好好的念佛，人人都可以往生西方，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。我们今天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来向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，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，好好的精进念佛。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